较大汉的学生敢会当叫这外送来学校呢？14早起呢，这学生团体召开记者会，提出3大诉求，还有各教师呢落实指引，也要建立明确的学生参与机制。教育部是回应讲呢，有修正高中校园开放定外室各面向的参考，要来互学生、互学校一寡建议。 放学的时间规批学生行出学校，高中生订外室的争议继续烧。双北学校的规定完全无同，亲像新北市的邦桥高中已经对去年9月开始校务会议通过，学生会当在特定的时间订外送。我觉得学生都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午餐的权利，给大家更多的选择。以那个取餐时间跟其他什么的来说的话，可能就会稍微比较耽误到吃饭时间。 学生的反应拢无同，不过学校点出讲，拄开始开放的时阵，学生是定定在使用。不过到今年开学以来，逐工通报的学生使用数差不多拢干那4、5个左右，使用的人无外界想的遮济。板中的这个食堂其实是非常多样的，价位普遍比学校的食堂多，比较高。那对于学生来说，可能经济上面也会有一些的压力，可能没有就是说在时间上非常的准时。 那会影响孩子们呢用餐的这方面的一个时间。学校敢应该开放订外送，搁一摆引起争议。学生团体伫12早起，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，提出3大诉求，包括各学校外室的相关规定，应该纳入学生的意见。针对学校的外事议题，建立更较明确的学生参与机制，辅导各校强化学校食品事件处理作业标准，建立安心点价名单，也是鼓励学校参考有素的优良餐饮。限制性购买原设餐食的规定，那导致学生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排队购买午餐，有时候甚至到午餐时间都结束了，他还没有成功买到他的午餐。应该要积极和学生家长一起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。目前中山女高已经完成各班的学生投票和老师的投票，13个进行家长说明会和投票，落尾交予审视委员会来表决。针对学生团体的诉求，教育部表示讲，各校敢要开放外室，爱学校和学生家长建立好的沟通管道，做伙讨论。另外嘛，已经修正高中学校开放订外室的建议，提供学校照实务的需求来参考运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